为着要提升做茶技术甲品质，南投的溪地乡农会有举办做茶比赛，对挽茶、暖茶到烘福单4步工法，农总爱参与，嘛有少年人去体验。农会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促进红茶产业的发展。农民土地犁啊，顶前咧挽茶，就要伫固定的范围、限制时间内完成。所来甲叶啊摕去磅重拍打，过来是坐落来暖茶。为了要提升茶农的技术甲品质，南投溪地乡办做茶比赛，伫2天的时间内4步工法做一回，就连少年人拢来体验。这是第一次采茶吗？对，对，我在听你。那你知道怎么采吗102页到1页，包含说我们在萎凋、揉捻、发酵、干燥这个4个工序的同时，什么时间点才是最佳的时间？让他们互相之间研讨之下，可以让我们的红茶的制作的方式呢，可以越来越好。农会表示，一般的茶米比赛拢是比口感风味，不过这道因搁增加挽茶、暖茶的流程，为头到尾有真侪眉眉角角爱注意，亲像经叶爱时，就爱观察成熟度，磅重爱拄好800公克，拍打的时间爱满24点钟等等，才会当做出好茶米。因为这是冬采嘛，因为纤维量已经比较多了，那你又采比较成熟，可能在揉捻的时候会比较困难，比较没有办法揉得非常漂亮。很高兴可以得到这个奖。在这2天就是秉持着以前在做红茶的时候，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缺点给它改进。4步工法牵连到茶色最佳滋味，评审斟酌品茶选出冠军。虽然比赛就爱比出输赢，不过主办单位表示，无论得到第几名，上重要是希望透过这摆活动，茶农会当互相交流讨论，做伙提升制茶技术，互溪地乡的红茶会当愈来愈好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